走啊！管家，你们都还回来了啊！哎，您听我跟您说呀，老夫人呐，命我们给小姐办嫁妆。小姐呢，老嫌不好。您看见没有？我们这儿刚换回来。哦，是。老管家，您拿的是什么呀？锁麟囊。锁麟囊，锁麟囊。哎呦，笑得可真不错呀！哎呀，不晓得小姐她满意不满意呀？把梅香叫出来，给他们回禀一声吧。带我去换梅香。哎，对，梅香，梅香。这个丫头往哪里去？你大点声啊！梅香，感情是薛大爷呀！我说薛大爷，您不知道吗？小姐这2天为了嫁妆的事儿，正在那儿生气呢。这老夫人呐，刚把她哄好，您瞧您，就扯着个喇叭嗓子一个劲儿的嚷，这要是让她听见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她要是不高兴啊，也不哭也不闹，把那小嘴儿啊撅得老高。您瞧吧，老夫人又得心肝啊宝贝儿的一个劲儿的哄好了还好，这要是哄不好，咱们大家不都得跟着遭殃吗？梅香，我们换来许多的妆奁之物，小姐一看嘛，就不生气了。东西你们都换回来了，换好了。我呢一样一样的往里递。可得这么着，小姐要是不满意，你们可得都去换啊。好嘞。那是谁换的鞋呀？这是我换的鞋啊。好，带我拿进去啊。您多说好话。放心吧。小姐不满意，快点拿去换一趟吧！我都换了好几次了。哎呀，就快点去吧！再说说吧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梅香，那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。知道了，有鸳鸯戏水的。鸳鸯一个要肥，一个要幼，不要太小，也不要特大。哦，不要太小，也不要太大。转来，鸳鸯要五色彩玉头前，
还得要人搀。哎，来啦！是。我这是手绢啊，手绢好，带我拿进去啊。您多说好话。放心吧，我呀就会说好话。小姐，您瞧这块手绢好不好啊？哟，小姐，挺好的手绢，您
给扔了呢？春丫头，今日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么？哎呦喂，您瞧啊，我都急糊涂了，别着急啊，我让他们给您换去，别着急啊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哎呀，小姐不满意，快点拿去换一趟吧啊！我都换了好几哎呀，次了。你快点去吧。你再帮说说吧。春丫头，吉瑞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么？梅香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在学小姐说话呢，快点去吧，快点去吧啊！哟，梅香姐，胡妈妈给我回禀一声吧。行了，您这常来常往的，得了，跟我进来吧。哎，好嘞。小姐哎小姐在哪儿胡妈妈来呢了？小姐在哪儿呢？哟，小姐，我呢给您换了对儿花瓶，您看花儿好样好，还有句吉星话叫做富贵白头，您看好是不好？哎呀，我们小姐满意了您满意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跟您告个面了，我就走了。胡妈妈，哎，您可真够有造化的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可真不容易啊！您慢走回去吧，回去，走回去谢吧。啊，谢大爷，哟，这是苏里囊啊，锁麟囊。哎，哎呦，这什么呀？猪不猪，狗不狗的。这是麒麟瑞草新花样儿的。啊，还新花样呢。哎行嘞，带我拿进去啊。不知小姐她满意不满意呀？您放心吧，我呀给您说好话。好话多讲啊！小姐，东西呢都摆在这儿了，您自己瞧瞧吧。
薛大爷，小姐不满意，您呐再去换一趟吧啊！换不中意么？还是不满意，您呐快点去换吧。啊，难了。闻言不由我之泪双掉，为什么不诚心又把头摇？为婆的曾担保，忠言相告。薛良为何哭嚎堂？老夫人，啊，薛良，你为何啼哭吗？小姐命我调换锁麟囊，三番五次总不成行，老奴实在为难，不知道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。为了此事，你随我进来。是。老夫人来了。参见母亲。罢了，一旁坐下。啊，儿啊，明日是你喜气到了，持家的日子到了吗？好女儿，乖女儿，嫁妆举齐备，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不随心、不满意的么？啊，为娘与你讲话，你为何不言？为何不语？你再若不言，为娘就要生气了。啊，母亲，女儿哪有不悦之心？只是我们小姐对锁麟囊的花样不满意，正在这儿生气呢。即使锁麟囊花样不好，你自己吃过样儿，叫薛良调换，又待何妨啊？是啊，就请小姐吃过样儿，老奴再去调换呐。儿啊，薛良偌大年纪，你要体谅他们才是。哦，小姐满意了，下面歇息去吧。多谢老夫人，谢过小姐。多谢小姐。薛大爷，这是我们小姐赏给你的。哦，多谢小姐。梅香呀，取我知宝匣儿过来。是啦。儿啊！大
来，你来看，这是列明之一串，乃是无价之宝，是为娘心爱之物。喏，装在里面。这里还有，儿啊，你来看，这是玉簪一只，你看可好啊？装在里面。小姐，老夫人给您这么多东西，您还不高兴啊？要是换了我呀，鼻子都笑歪了。好气！母亲有道是多藏一回刀啊。你哪里晓得？我们这里有过相逢，凡女子持家，都要有个锁麟囊，为的是早生贵子，早将灵儿哦。这里还有啊，儿啊！你家小姐呢？我家小姐回房休息去了。快将纸包送去。是啦。好气的丫头。天下父举世一盘儿啊，为父我对不起你呀！爹爹，何出此言？儿啊，明日就是你持国之日，为父持外接待，反问未曾接到，叫为父心中实实的
话虽是此，只是为父对不知你呀。只是弟弟疼爱女儿一片之心，因之女儿我怎么样？却是不动心的哟。老弟弟，你莫要为儿着想，明日里叫临门也算吉祥。儿啊！我灵儿随你了，可有质量？为父我只觉得肩上无光。啊！中诏，每日百花堂，吉祥话，打官腔，声音要洪亮，是词句要顺当。什么麒麟找送子，那叫吹箫引凤凰。有人请我去捧场，好话多说学造啊。只要银钱到了手，我就恭贺他白头到老，富贵绵长，是富贵绵长。我贺吉祥，我爸爸贺富贵，我们家祖传为宾相。今儿17，明儿18，是个好日子，有2家办喜事儿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嘿，薛家大门大户，大财主；赵家小门小户，没什么钱。我呀，想去薛家开开眼，就怕我爸爸他不乐意。哎，把他请出来商量商量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爸爸有请。啊哈！父子双双为宾相，终朝忙碌在花堂。忽听儿子一声叫：“爸爸有礼！”啊，儿子免礼，你站一旁。哎，哎，我说小子，哎，大清早的把我请出来，什么事儿啊？爸爸啊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嗯，今儿17，明儿18，对，是个好日子，不错呀。有2家办喜事儿，哦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哦，我跟您商量商量啊，您是上薛家呀，还是上赵家呀？哦，甭忙啊，今儿17，哎，明儿18，对，薛家跟赵家2家办喜事儿，没错。哎，甭忙，哎我先想想啊，哎你我想想我想想，你想想哎，这个薛家，赵家。我说小子，哎，这么着啊，明儿个你上赵家，我上薛家啊。我干嘛上赵家呀？啊，你干嘛上赵家啊？哎，听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个薛家是大门大户、大财主，人多事多，礼法多呀。哎，我年纪大，见识广，到了那儿出不了什么纰漏，所以我上薛家最合适了。哎，再说那个赵家，小门小户的，人少事也少啊。你到了那儿没什么事儿，哎，更出不了什么纰漏。
再者说了，你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，所以你上赵家最合适了啊，上赵家啊。爸爸啊，干脆我呀跟您一起上薛家得了。什么？你也想上薛家？我开开眼呐，啊，我瞧出来了，瞧出什么来了？你小子是小势利眼呐！我怎么小势利眼了？你嫌人家赵家穷，想去薛家攀高枝儿，你这不是小势利眼吗？照您这么说，那您可是老势利眼了。这，我怎么是老势利你眼？嫌人家赵家小门小户，没什么钱呢，您这不是老势利眼吗？你是小势利眼，老势利眼，小势利眼，小势利眼，小势利眼，老势利眼。要没我这老势利眼，能有你这小势利眼吗？嘿，这势利眼还传宗接代呢。那可不是啊！嘿嘿，告诉你说啊，明儿个你上赵家，我上薛家啊！不成不成，您上赵家，我上薛家。这不成，你上赵家，我上薛家。我上薛家，你上赵家，我上薛家。你上赵家，我上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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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。这个家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说了算。我叫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；我叫你打狗，你就不能卖鸡；我叫你上赵家，你就得上赵家。你上什么薛家呀？啊！你到了那儿把事办砸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，你这不是要气死我吗？你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你简直就是欺负他理吗？你，砰！说了半天，我去赵家，他去薛家，明儿啊，我也去薛家，我看他把我怎么办。起来！我说你是聋啊，还是瞎子呀？这不敲着呢吗？哎呀，我要你用力地敲，用力敲，敲碎了锣，你赔得起吗？老头儿，我还告诉你，有点响，我就对得起你。势利的小人，什么东西呀？势利的小人！真是个势利的小人！轿子里面会有人呐！我还不知道轿子里有人，他又不是鸡蛋，怕磕了碰了的。势利的小人！哟，我们在这儿避雨，他们也在这儿避雨，这不是娶媳妇打饭凑热闹吗？哟，瞧这小破轿子！哎呦，你们快瞧啊！这红不红、绿不绿的，什么颜色呀？啊！你是什么样人？在此多口。什么？在此多口？告诉你吧，就这小破轿子，我从没见过。今儿个总算开了眼啦！哎呀，天哪！像我赵龙汉人虽贫穷，今日竟被这势利的小人耻笑，真正欺上我也！
做什么？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？这结婚办喜事，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？瞧你们这丫头片子，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，一会儿一个哭起来没结没完的，够多腻味人呢。呀呸！她是我的灵儿，她要哭，她爱哭。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对，这老头干根倔强。告诉你吧，就冲你呀，明儿你们姑娘过门，还指不定有没有炕席呢。小姐，您听听，他有哭声了。小姐，咱避咱们的雨，他避他们的雨，雨过天晴，各自散去，咱管他的闲事啊！魏相说话好颠倒，成才智慧乱摘抄，连凭几分是看到人的心肉，手旁不该的手机我给您问问去啊。老头儿，过来！你又做什么？我们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？你比你们的雨，我比我们的雨。雨过天晴，各自散去，你管他则甚？你管他则甚呢？我这套他都学去了，跟人小便狗毛。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春菜文化太了，欢迎在心上，你不该人间成
先生，请过来。老管家何事啊？请问老先生上席。小老儿赵鲁汉。哦，这教中是你什么人呐？乔中乃是我的女儿。他如此啼哭，莫非不愿出聘吗？不是哦，是因贫富相遇，渐渐生情，故而啼哭啊。原来如此。启禀小姐，他家姓赵，教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因贫富相遇，初见上情啊，哭了半天，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！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，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麟囊送给他呀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啦！我都不敢拦着，唯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，老夫人还指着它抱外孙呐。这都是神话品，公造自把之意和富豪，领的哪有神，送到底的财神于是庙，小小男儿活足不到酒，他几乎山穷得定了。老头儿，过来。哎呀，你又做什么啊？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，送她一个锁麟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，全是值钱的东西，拿回去呀，够你们吃一辈子的。哎，拿着吧。我们不要啊！哎，拿回去吧。我们不要啊！梅香，老先生请过来。老管家，老先生，我家小姐见你女儿哭得可怜，竟有锁麟囊相赠，里面珠宝甚多，老先生收下，办事无有异。不能收手啊！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哎呀，天哪！像我赵鲁汉为了女儿壮烈之事，东邪西凑，分文未曾借到。今日遇见仁义的小姐，赠我锁麟囊，莫非是活菩萨现身了吗？嘿，这老头还挺迷信的。待我对女儿说明啊，女儿。今日遇见仁义的小姐，赠儿锁麟囊，你要好好收起。囊儿收下，问过姓名，日后一好打报。是啊，老管家，你家小姐尊姓大名？我们小姐姓梅香，飘木凡
笑，一国天晴，敲打起来！国旗们敲打起来！老头儿，雨不下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敲打起来！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敲碎了锣，你赔得起吗？嘿嘿，如今我们有了锁麟囊，有了钱了，只管地敲。有钱了，有了钱了。你早说呀！你听着，真有钱了。哎呀，真的有了钱了啊！好，听着，哎呀，势利的小人，您夸我什么东西？势利的小人，是势利的小人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你小子，不要争吵，你们为何争吵起来啊？您听我说，您哎，我说，您先听我说，您先听我说，您听我说，你们一国讲了，一国再讲啊！您先听我说哎，您先听我说好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啊哦。今儿个是个好日子，薛家跟赵家两家办喜事儿，是我让他去赵家。他嫌人家赵家穷，他非来薛家想攀高枝儿。您说他这不是势利眼吗？哦，您听我说，您听啊我说，你说你讲今儿个呀是个好日子，有两家办喜事儿啊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他嫌人家赵家小门小户，没什么钱呢。哦你说他这不是势利眼吗？你是势利眼，你是势利眼，你势利眼，你这二位，你们不要争吵。依我看来呀，对，您给说句公道话。呵呵，你们都是势利眼呐！都是势利眼。哎呀，这话说回来了，这年头谁又不是势利眼呢？可不是。得了，小子，甭管他了，什么势利眼不势利眼的，咱们呐找个茶馆酒肆吃点喝点，你瞧怎么样啊？这主意不错，不错吧？如此，老势利眼请。小势利眼请。大哥您请。哎，走走，来掺着。又端起来了。走，慢着点。走着。狂风吹，暴雨下，河水涨，淹堤坝。急急忙忙往家走，爸是暴雨老人家，谁让他是我爸爸？光阴荏苒，更人事，花落花开，已了春。我
小姐嫁到周家一晃好几年了，如今呢，小少爷都长这么高了，今儿个是我们小姐回娘家的日子，车辆我也准备停当，不免请出小姐。有请姑奶奶。我不去。你为何不去？上次管他要根头发拴蚂蚱，他都不给我，我不去。不是，哪有个千金发，人离死亡？又不去。我与你买猪马，就是情缘。妈呀，你要给我买马呀？可好啊？那我可要个绿马。哎，河马白马倒也现成，哪里来的路马呀？我要绿马，我就要绿马。有啊。就要绿马。小少爷有绿马，有绿马。去你的！你说了不算，我妈说了才算呢。妈呀，有绿马吗？有。
哭什么呀？啊？你没听见他说吗？啊，他说什么了？他媳妇儿啊，让大水给冲跑了。哎呦，是吗？他这么一说呀，啊，我就想起我奶奶来了。嗨，想起你奶奶来了。他还说了，还说什么了？他儿子啊也让大水给冲跑了。哎呦，是吗？他这么一说呀，啊，我就想起我爸。嗨，你别说了，你再说连我都搁里头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啊，跟有钱人说话呀，啊，那就得矮3辈儿。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势利眼呢你？谁势利眼了？你势利眼，你势利眼，你势利眼，你势利。哎呦，你二人不必争吵。看前面大船之上有一孩童，好似我儿大切模样。哦，好眼力！快开船！哎，船呐快开船，快开船！走着。登州发大水，遍地是灾民。哎，兄弟请了。哎，请了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哎，怎么就咱员外爷一人办州场啊？嗨，你不知道啊！自从这登州发大水啊，这难民是都逃到咱们莱州来了。哦，咱们员外爷看着不忍心的，叫来当地有钱富户是办州场救灾民。哎，谁想那些个大户们呢？怎么着？谁都不舍得花钱呢。嘿，哎，咱们员外爷可火了。你们是怎么富的我不管，我卢胜丑可是从不得意的时候过来的。是啊，眼下这么大水灾，我不能眼瞧着不管呢。是啊，这么着，还一瞧两瞧，得，我自己拿钱办州场。哦，哎，这叫自求心安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对，哎，天儿不早了，咱去周棚吆喝吆喝，赶紧哎，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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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登州发大水，差点儿做了鬼。我胡婆就在学府用功，只因登州城发了大水，我来在此地，两眼一抹黑呀，上哪儿找饭吃去呀？还好啊，此地呀有个卢员外，开了一座粥棚，我每日3餐呐，全凭打粥活着。哟，天儿不早了，我还是打粥养养我这老肚吧。苦啊！您听啊，遍地都是叫苦之声啊！哎，
不了。黄埔军与众人同把这赛，莫不是念了母亲的水灾？老娘亲她必定不忠于海。苦命的单亲儿与父丧埋。哟，那不是姑奶奶吗？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哟，姑奶奶！见婆婆好一次空上门来，你可曾见我赋予我宣牌？姑奶奶，登州城发了大水，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儿了。姑奶奶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登州城发了大水，老夫人和姑老爷这会儿啊，恐怕都变成了鱼粪虾米屎了。哎呦，您别哭啊，姑奶奶，正隔的嘞，您饿不饿呀？是啊，我腹中饥饿，虎婆，哎，你与我开饭来吧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您还打算在府上的时候呢，说声开饭，马上是4个底儿8大碗，炒肉丝儿、溜肉片儿，是山珍海味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这会儿啊，是要什么没什么了。于此，我那虎无冲击，身旁又不曾带着银钱呐。哎呦，你要是带着银子枝头发大水，那咱们呀早就搬家了。我那虎无来充饥呀。这么办吧？您跟我打粥去吧。什么叫做大粥？哎，您听我跟您说呀，此地呀有个卢员外开了一座粥棚，咱们登州来的灾民呐，都上那儿打粥去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像这粥乃是饭后之品，一碗稀粥如何能充饥啊？哎呦，
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说话还这么咬言撒事儿的？得嘞，我也说一句吧，这叫做此一时也，是彼一时也。一句话引导我云梦方向。您慢慢走，别忙，慢慢走。来喽，来了，周来，大周来，来喽，嘿，得，老婆婆，您先来，哎呦，来，辛苦辛苦。您慢点，您慢点，走啊，得，挨个来，慢点走，别这磨翻啊，姑奶奶，得，挨个来，得，打稳走啊，别这磨翻，一人怎么了？爸爸嘛，得，今儿这个，全归你了，走吧，哎呦，老婆婆没了，今儿这粥没了，您呐，明儿再来吧，明儿再来吧。老婆婆，姑奶奶，您干什么？姑奶奶，您干什么？得，连我这碗也碎了。姑奶奶，您怎么把粥给他了？我说二位，打完粥不走，在这磨翻什么呢？是他是新来的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老婆婆，您请过来，您请过来，正格的跟您商量个事儿啊。什么话您说？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府里啊缺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。哦。我瞧这位大娘子啊，哭得怪可怜的。这么着，您过去跟她商量商量，看她愿意去不愿意去呢？好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我们商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您听见没有啊？人家府上啊，缺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，您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呢？有这样的好事，你为何不去？姑奶奶，您这话可不能这么个说法啊！像我这么大岁数，在外头什么都方便。您在府里头哄的小少爷是有吃有住，我在外头打听老夫人和姑老爷的下落，您看好是不好啊？姑婆，你这片苦心，我俱已明白，情愿跟随他们去到大户人家，讨个温饱就是。好，这么一说您答应了，我跟人家说去了，我跟人家说去。二位，多关照，多关照，放心好了，新来的，放心好了，多关照。姑奶奶，您跟他们走吧，您跟他们走吧。得，跟我们走吧，啊，跟我们走吧。姑婆，你要来看我啊？对呀，我有功夫那一定来看您来呀。跟他们走吧，跟他们走吧。好，跟我们走吧，走吧。这就走吧。姑婆，你就要来看我啊？您放心吧，我有功夫一定来看您来呀。跟他们走吧，走吧。
好，这就跟我们走吧。哎，这就走吧。哎，你要来看我？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一有功夫儿，那一定来看你来，跟他们走吧，走吧。大娘子，别瞧了，人都走远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哎，这伺候人的差事真够难为你的，不过没啥，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们这小少爷啊，从小是娇生惯养的，进到府里啊，您别给磕了碰了就行了啊，把这眼泪擦了，说话这就到了啊。哎，瞧见没有？说着说着这就到了，你们在府外等着，我进府给你们禀报一声去啊。有请员外夫人。参见员外夫人。何事？您叫我找的那个红小少爷老妈子，我给您找到了。唤他进来。哎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。哎，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哎，大娘子，随我来。大娘子，别这愣着呀！见过咱们员外夫人呐。参见夫人。罢了，你姓什么？我姓谢。哪里人士？登州人士。登州这场大水，惊慌日火，俱淹没了，时时可惨。啊，老爷，夫人，就将他收留了吧。小薇夫人，丫鬟，有带他到后面静议。是。薛妈随我来。薛妈随我来。碧玉，有。唤你家小动人前来。是了。小少爷，夫人叫你呢，快来呀！来了。爸爸妈，儿啊，你在后面做什么玩耍？我读书玩去了。哎，读书也有玩耍的道理。我一边读书一边玩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啊，老爷，不是我夸口，你我的儿子年纪虽小，倒也有些个志气。什么都是，分明是在玩耍。你看他浑身俱是灰尘呐！是啊，哪里来的尘土啊？妈，我读书读累了，上后花园打秋千玩去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摔
有摔住没摔着，没摔着。儿啊，为娘与你雇了一位妈妈陪你玩耍，你看可好啊？我可不要，又跟他似的，长得又丑又胖的，多难看呐！哎，此人相貌秀丽，你一看就会喜欢的。那我得瞧瞧。碧玉，有。唤薛妈前来。是啦。薛妈，薛妈，衣裳换好了吗？你快出来吧。真相亲，儿啊！哎，他长得好看，我愿意跟他玩儿。啊，公子，我来陪你玩耍。我愿意跟你玩儿。薛妈，带领小动人到后花园玩耍去吧。遵命。走吧，薛妈。来来来，我带你们去，跟着我走啊。薛妈转来，带领小动人在后花园玩耍，必须要提防金鱼吃，小心太湖事。晓得。去吧。走吧，薛妈。哎，咱们走啊，来，跟着我走。哎，薛妈转来，莫惹蜜风刺，休不知往事。送朕一场，不要刺着小动人。渐晓得。去吧。快走吧。来来来，薛妈快点走啊，咱们走啊。薛妈转来。啊，夫人，待我替你说了吧。提防金鱼吃，小心太湖事。莫惹蜜蜂刺，休不知往事。你倒是与不是啊？不是的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对他演讲。薛妈，带领小动人在后花园任意玩耍，唯有那东郊之牢，万万不可上去。若为磨灭，定责不待。是。去吧。快走吧，薛妈。来来来来，跟着我走啊，来跟着我走。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？哟，小少爷，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呀？我估计呀，也就是2间茅草房。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？哟，小少爷，他们家要是有这么大的花园，还能出来当老妈子吗？哎，到了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哎呦，你瞧我们这花园够多好啊，空气真新鲜。哎呦，这花可多美呀！薛妈，你快瞧我这薛妈，薛妈，过来。过来呀！听我告诉你说啊，
这哄着小少爷玩啊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千万不能磕着碰着拧着蹭着。要是磕着碰着拧着蹭着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话呢，我是说了，听在你；这不听，可也在你。多承赵尹，嗨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来，我教你怎么哄小少爷玩啊！你瞧着啊，小少小时候最爱玩这个了，不能玩那啥，还有这小喇叭，哒哒滴哒哒。真难听！我这陪你玩一会儿吧，我们跟你再玩一会儿。你走吧你。您瞧哎，刚这么点儿，他就学会了喜新厌旧了。你不跟我玩啊，我自己个儿玩去。薛妈，你倒是陪我玩啊！是啊，我来陪你玩耍。阿公子，你看这个可好啊？这个不好，这个你这个也不好，都不好。我来与你捡吧。薛妈，这些我都玩腻了，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吧。新的么？哦，我与你捡个纸人儿玩耍可好啊？捡纸人太好了，薛妈，你快给我捡吧。我与你捡来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这就好了。阿公子，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啊？小纸人真好玩，还这个样的呢。哎，薛妈，你会捡马吗？会呀。可这么着，我呀要一个绿马。绿马。哎，薛妈，你别愣着呀，你快给我捡呐！我与你捡来。快点儿。人两足，马四足，自然要慢着些呀。哦，人2条腿儿，马4条腿儿，是得慢点。哎，那也不行，快点儿。公子，你看这个路马儿可好玩耍呀？小绿马真好玩。哎，让小人骑大马，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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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薛妈，他怎么不会走啊？哎，这马儿也能会走啊？他不会走，我会走啊！薛妈，你看着啊，我给你学一大马走路，看着。阿公子，快起来，不要脏了衣服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衣服脏了，我妈给我买新的。哎，薛妈，我学完了，该你学了。学什么？学马走路啊！哎，人子人，马子马，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呀？不能学的。你给我学一个。不能。学一个。不能。你不跟我学，我告诉我妈去。不要前去，我与你学马。快点，薛妈，快点啊！哎呀，不像！哎呀，不像！公子学不成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有马鞭儿，如何学马呀？马鞭我有啊，薛妈，你学马走路，我学赶马的。快点，薛妈！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，不像！哎呀，不像！公子，你看那旁有个蝴蝶儿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哪里？在哪儿呢？在哪里？
薛妈，咱走吧。走啊！薛妈，我要一个红的小鸟。红的。我还要一个黄的小鸟。我还薛妈，我的球。嘿嘿，我的球，我的球。大公子看仔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薛妈，我给你拍一个，你看着啊，看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薛妈，我给你扔一高的，你看着啊。嗨，薛妈，球上楼了。大公子，夫人言道，东绝之楼不可上去，不要了吧，不要了吧。我与你去公子令，真不足。大之楼来进。公子，夫人怪罪哪个担待呀？我妈怪罪，由我担待，哦，由你担待。由我担待。好。还是不要了吧。我要球，我要球，我就要球。好，我与你去。快点，薛妈。我知道，万大万仔细告诉。
怎样支付于你？你竟敢不遵我命，擅闯此楼！来来来，与我下楼领责。夫人呐，适才公子将球抛在楼上，命我去取。他曾言道，夫人怪罪是由他担待。儿啊，此话可是你讲的？不错，话是我说的，可是他一看见咱们家那红布口袋就哭了。有这等事？薛妈，随我下楼，我有话问你。不要害怕，随我来。你看什么？锁麟囊，怎么讲？锁麟囊。随我来。薛妈，我来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儋州人士，几时去过的？ 9年6月18日去过，今已路在。今已路在。儿啊，你到外面玩耍去吧。哎，我玩去喽。碧玉，有与薛妈看座。哟，夫人，咱们这府里头多怎有老妈子的座儿呢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是啦。您瞧哎，这倒好，来到府里头，一手没露呢，他倒红了，这都混上座了。伺候伺候你，坐下吧。哼，甭让，我站惯了。薛妈，我来问你，己酉年6月18日，天气如何？你还记得么？倒还记得。慢慢讲来。
们座就得了，干嘛还要一道客位呀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哎，是了。我瞧出来了，今儿个他不单红，红的都发紫了。这么会儿一只客位了又，再伺候伺候你。坐下吧。夫人，这刚一置客位，现在有一道上位，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哎，是了。您瞧，哎，我来到这府里头这么些年了，甭说把椅子呀，
连一马扎我也没混上啊。这么会儿都移至上位了，得嘞，我祝您呐天天得意，是步步高升。再伺候伺候你，坐下吧。这不是刚换完吗？怎么又换呢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是了，夫人，这算何意呀？并无大意，稍时你就明白了。这算何意呢？这算何意呀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听我告诉你说啊。我们老爷夫人那都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人，尤其是我们老爷，他呢，也没有收二房的意思。就算要收二房，早就把我收了，也轮不上你呀。我们收了一个什么？如今他的母亲来了，丈夫来了，儿子也来了，他们一家大小聚都找上门来了啊！怎么他们都来了么？是啊，好。夫人，莫非你得了疯病吗？我并无疯病啊！哎呀，你也太慈悲了吧！还是慈悲的好。你这样的慈悲，实是叫人难解。稍时你就明白了。丫鬟，有请随老夫人。是，有请薛老夫人。
人，我的女儿呢？稍时与你们相见，丫鬟必前来。是，碧姐快来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参见夫人。碧玉，哎，随马换好了衣服，无恙。哎呦，夫人，我呀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把他带到后头，把您那个装衣裳的箱子啊，全都打开了。我呢，就随便挑了那么一件儿，往他身上那么一穿。我这么一瞧啊，您猜怎么着？那简直的就跟天仙似的。有请三娘子。哟哟哟！您瞧喂，这么会儿又改了薛娘子了。得嘞，我呀是怎么炖来，怎么给他卖。有请薛娘子。
在此为仆，也该与我商议商议呀。哟，姑老爷，谁让他们赶上发大水了？是啊，你既在此为仆，为何穿着上等衣服？莫非你？好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无有话讲。你有什么言语，快些讲来，我就是做。儿啊，你在此为仆，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？玩命来了！你们都什么人性啊？这都是！不要护士，